台南市长王伟体甲侪位贵宾到日秋头香槟替2025台南美食之都国际餐饮技术挑战赛来开幕。这届有来自台湾侪间学校甲团体的组团参与，还有来自日本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印尼、加拿大等13个国家432组选手参赛。挑战赛总共有20来项目，包括烘焙技术、饮料调制、餐酒料理等多元领域，爱全面结合台南的元素。去年台南市版我们的反应非常好，所以我们今年增加了咖啡饮调跟调酒饮调2个项目。另外，我们还有现场蛋糕装饰跟动态果雕的组别。开幕现场同时展出多项静态艺术作品。有果酱画盘、造型反烫机能糕等等，希望透过比赛，台南会当甲世界的餐饮专业人才来交流，互在地食材、饮食文化甲创意会当互更加侪人看到，更加侪国际旅客来访。大家都知道台南是美食之都，所以很多创意料理、很多非常好的街边小吃，甚至很多大餐厅啊、大饭店，事实上都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无菜单料理也好，或是这个牌面上的料理也好，都有非常多。所以呢，来台南这个吃美食，踩雷率最低，CP 值最高。为期3天的赛事，结合餐饮、观光、文化甲产业，打造更加完整的城市特色。市长王伟体邀请大家随时来到台南，发掘城市内底的美食美景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